事隔多年又翻返嚟油麻溫泉，仲要係聖誕節嘅正日。因為好倉促啦，喺1個月之前先 book 嘅，所以可以揀嘅酒店選擇唔多。最後揀咗龜之井溫泉酒店，因為佢有私人風呂得嚟，價錢係比較合理，而且仲要係啱啱新裝修完，仲要講明房裏面個溫泉都係金泉嚟㗎。酒店都屬於喺半山上面，所以到咗油麻溫泉站，記得打俾酒店，叫佢落嚟接你啦。今次間酒店房門前面仲有一道玻璃門，後來我終於發現呢道門係隔音㗎，因為餐廳就我哋房隔離啊。訂房嘅時候發現酒店都提供好多唔同類型嘅晚餐，後尾我哋加咗淺色神戶牛，前菜都係一堆可能唔知食咗乜嘢嘅嘢，但係全部都好好食。嚟啦，首先係 Sukiyaki 嘅神戶牛。嗱，呢個我知啊，茶碗蒸啊嘛。呢個係蟹肉苦飯啊，超好食啊，黐線。跟住再嚟2塊好珍貴嘅神戶牛，今次用嚟燒嘅，燒到係半生熟啊，梗係要配埋個苦飯